行政院大动作咧推动反毒的策略，成绩真好。高检署统合警政署调查局、海巡署甲国务局六大缉毒系统笼罩叮当，执行安基缉毒的专案。其中咧，海巡署捡到情报资料，直接伫海上找到一只船，果然伫船顶找到市价8亿的K他命。发现可疑的船，海巡人员拿广播拿慢慢挖过去，准备去船顶调查。因冒险跳去对方的船，斟酌看，有影看到可疑的物件。一个布袋啊，内底底真侪吉之米，甲人含船顶的物件全部炸倒去高雄港。船客看掠到狗，随用因的片啊开始片，另外一边验到毒品K他命，海巡署接到线报，将到西雅山共和国富士山1号，伫咧越南外海运毒品，海巡人员伫咧鹅卵片掠人，调查到3级毒品K他命405公斤重，价值新台币8亿。缉毒的成果很好，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提醒：大麻的案件，国际邮包的方式啊。递送到台湾来的，反而是增加了很多。我在这里要重申，大麻的除罪化是绝对不可能发生在台湾。船长含6个印尼籍的船员，防以运输毒品罪嫌移送地检署提起公诉。另外，警察含调查局嘛接到犯罪集团利用龙头公司进口毒品原料，拢总超过1000公斤的4级毒品。加在这毒品无扣留去市面。